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？明明咧都想喺 YouTube 揾啲片輕鬆一下，唔知點解碌下碌下咧，總係會見到呢條友嘅。Trump 又翻嚟啦。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. 嗱，唔好意思，真係講嘢有啲直接啊！但係呢條友仔咧，真係好似地震咁嘅，去到邊度都會震一震。唔係政治咧，就係金融；唔係金融，就係通脹；唔係通脹咧，就係全球秩序㗎啦。炒開股票嘅人咧，每次聽到佢講嘢咧，都唔知係攞炮谷好啊，定係攞住個護心鏡好，經常都會又驚又喜嘅。佢上任後成日都話中國呃咗我哋好耐，我要佢哋付出代價，然後啪得聲關稅加上去啦，諗住咧對交去投降，點知咧全世界就話喂，加關稅邊個俾先？足之咧就係美國自己先爆炒啦，洗衣機又炒 ，iPhone 又炒，連洗衣粉都就係炒埋上去咁滯。所以咧表面上好似打緊中國，但係咧實際上就美國人咧連去 Costco 買條魚咧都可能貴咗2蚊美金咁樣嘅。咁問題就嚟啦，點解 Trump 成日都想震一震？唔係純粹中意打風喎，唔係只係為嗰句口號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佢嘅諗法有時睇落好似好亂咁樣，但係拆開嚟睇，可能牽涉幾樣嘢。佢成日掛喺口邊嘅龐大貿易逆差啦，話要搶翻美國人嘅飯碗，同埋冇錯，好多分析都指出，可能都係瞄準緊盤數，點樣應對美國嗰筆天文數字嘅國債。美國國債而家咩水平？30幾萬億。面對咁嘅局面，傳統方法加稅啦、減開支啦，政治上又難搞喎。咁 Trump 嘅做法就好唔同啦。佢睇落就好似想將啲壓力向外推，佢嘅邏輯可能係你哋喺呢啲中國、墨西哥、全世界嘅貿易上面都攞咗我着數咁耐啦，係時候要回水啦。佢成日話加關稅可以收錢，表面上好似可以幫下條數咁樣，但係實際上呢啲錢點嚟呢？幫到幾多呢？係咪真係為咗減債呢？呢點呢就真係好值得商榷嘅。更加重要嘅係啊，佢喺國內又同時大搞減稅喎，呢啲操作呢就好似同減債呢個目標有啲自相矛盾喎。咁究竟佢想點呢？我哋之後呢就深入啲再睇下。總之佢就係好似想用關稅依招一次過處理晒，或者啦真係處理晒貿易啊、就業啊，甚至可能暗啞底想解決盤數嘅問題。咁樣一場經濟型嘅世界大戰咧就咁打開咗啦。但問題就係現實就唔係 Marvel 咁樣噶嘛。你一句我係救世主啊，全世界都撐你。而家我哋見到例子就係你加關稅咩？我就唔買你國債。你話要脫歐啦，咁我咪用人民幣、歐元或者係黃金去交易咯。呢啲咧全部咧都係現代嘅戰爭。而家真係唔使再用飛彈㗎啦，而家通過呢個結算啦、利率啦同貿易嘅通道咧去打呢場仗。所以咧，其實 Trump 咧唔單止係震撼美國啊，其實咧佢係震撼咗成個世界嘅運作邏輯㗎。而今日咧，我哋就喺呢度開始一步一步咁樣拆解，究竟美國國債而家嘅問題去到有幾嚴重？點解特朗普會周圍辣火頭？同埋一個最大嘅問題係咁樣玩係真係減到債啊，定係佢真係玩大咗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去講講。點解佢要搞咁多嘢係咁震？呢條問題嘅答案可能咧會喺呢個美國財政部嘅 balance sheet 入面揾到。究竟美國國債而家有幾多？2024年尾啊，34.7萬億美元啦。2025年一定突破35萬億㗎啦。即係話，無論你係矽谷嘅工程師，定係賣炸雞嘅收銀啊，一個美國人啦都平均孭住超過10萬美元嘅國債㗎。而更加驚人嘅係呢個數字每秒鐘都喐緊，係真㗎。你可以即刻去 Google 下呢個 US Debt Clock，佢係跳緊㗎，唔係死圖嚟㗎。點解咁誇張？其實呢啲唔係 Donald Trump 一個人造成嘅，係制度級嘅問題。美國政府每年收入唔夠使，長期入不敷支都唔係新聞嚟㗎啦。例如2023年收入大概4.4萬億元啦，開支咧就去到6.1萬億元，差咗個1.7萬億，梗係借啦。1.7萬億10年就係17萬億，呢啲赤字仲要係利搭利釘搭釘咁樣，你舊債唔還，又要去借錢去還新債同利息，咁樣碌下碌下碌到入棺材都似。而家我哋講緊唔係國債呢個數字咁簡單啊，係一條經濟嘅計時炸彈。利率上升咗之後，炸彈咧咪快啲爆咯。2024年美國利率大約係5.25%，而有1/3嘅國債喺未來5年要 roll over， 即係話要新債冚舊債啦，仲要還高啲息添。根據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估計，單係利息支出2024年就逼近1萬億美元，成為咗第3大支出項目啦，只係比社保同軍費少啲嘅啫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家庭啊收入係4萬蚊，支出係6萬蚊，即係每年又要借住2萬蚊，再俾幾千蚊息，我諗冇人會話呢個家庭係財政穩健啊嘛。咁點解美國又得呢？
咁佢就靠住呢幾樣嘢去撐住。第一啦，美債係全球認購嘅嘢嚟嘅，個個國家都揸住。第二，美元霸權啦，有邊個地方會敢完全唔用美金結算呢？第三，信用3條 A， 龐大軍事力量，再加埋佢政治上相對穩定啦。但問題係呢幾樣嘢佢梗係勁啦，但係而家係咪好似喐喐地呢？你見到中國、俄羅斯啊，甚至乎沙特咧都逐步減持美債啦，改用歐元啦、人民幣結算。SWIFT 國際結算系統入面咧，外匯儲備佔比部分啊，美元佔比咧由71%咧都跌到去58%嘅啦。仲有啊，中東咧都開始拎石油去用人民幣結算啦。一旦美金冇咁多人用啊，美國發債就冇咁易嘅啦。簡單啲講，以前咧你就發幾張美國卡啊，全球埋單。而家就會有人問下，喂，咁多卡數你還唔還得起先？如果信用崩潰嘅，佢嘅債券咧嘅需求就會萎縮噶啦。咁佢咧就要俾更加高嘅息率去吸引買家噶咯。利息支出再升，赤字又惡化。loop of down 債災嘅前奏，咁你又會諗啦，債咁多加唔到收入咪減開支咯，做唔到咩？當然事實就係講個易，做就難啦。淨係條軍費啊，一個都唔喐得嘅開支。2024年軍費預算係8800億美元，你 cut 少少啊，都驚自己啲武器唔夠人抽。社保啊，更加唔使講啦，呢啲係養住7000萬人嘅退休金同埋醫療開支嚟嘅，你話 cut 喎？總統咧唔使選啦。講真啦，美國國會最中意做嘅事就係咧一邊咧就要減債，一邊咧就唔肯減開支，然後咧就年年都延長個債務上限喎。跟住咧大家就做翻場啱啱都唔 shut down 嘅大龍鳳，然後攤大手板繼續借㗎啦。所以對 Trump 嚟講啊，佢係出咗一招最簡單嘅招式，揾人埋單啦。中國呃咗我哋咁多年，要佢哋還翻。歐盟唔公平嘅貿易，我哋要收翻差價。墨西哥偷工減料啊，罰下佢先得。所以成個關稅政策咧，就好似一個另類減債策略咁樣啦。你做唔到內部開源節流咩？咁我咪向外面輸出壓力咯。美國人唔肯交多啲稅咩？咁我咪出去其他國家收保護費咯。表面上聽落好似有道理啊，你買我啲貨就要交稅，你想入我市場就要俾保護費，但係你真係當其他國家傻嘅咩？結局係點啊？我唔講你都估到啦。最後啲關稅係邊個俾啊？梗係美國消費者啦。關稅一加，成本上升，進口商又加價啦。消費者要用就唯有埋單嘅啦。即係話 Trump 話減債啊，最後咧就係美國人自己咧就埋翻條數去。至於佢口中成日都話中國咧會俾幾百億、幾千億，我哋下一節咧就用數據拆俾你睇。Trump 時代嘅 tariff 收咗幾多，帶嚟咗幾多痛楚，影響有幾深遠。你睇完自己就去判斷下 Trump 係英雄啦，定係奸雄啦，定係純粹係一個商場出身嘅搬數高手呢？咁頭先我都講咗啦，又唔肯減債，又唔肯減支出，又唔敢加稅喎。咁 Trump 話唔緊要，我係出新招加關稅。但係呢條 so call 所謂嘅新橋，到底收咗幾多稅啊？邊個俾啊？有冇減到赤字啊？一陣落嚟我哋就睇下呢個 Trump 嘅關稅實驗室，睇下呢個減債方法究竟係點樣玩嘅。Trump 政府喺2018年起啊，對超過3600億美元嘅中國商品徵收關稅，稅率咧就去到成25%。佢講得好大聲啊！中國呃我哋要佢哋還錢。咁你可能問啦，咁中國俾咗幾多呢？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啊，2018年到2020年期間，美國政府因為對中國加關稅咧，總共收咗大約720億美元左右啦。喂，好似好勁咁喎！等等先，俾筆錢嘅好似唔係中國政府喎，係美國進口商喎。換言之，商人入貨要俾稅，然後將成本轉嫁俾消費者。呢啲稅最後邊個俾？你啊，我啊，定係 Costco 入面買緊嘢嘅人啊？呢啲稅收係由美國人俾美國政府，佢就話喺中國俾翻啲錢，咁你又點睇呢？好啦，收720億關稅有咩幫助呢？我哋對比翻啦，2023年財政赤字1.7萬億美元啊，而720億佔4%都唔夠。仲要留意呢筆稅收咧唔係穩定收入嚟嘅，可能收一次就冇嘅咯，冇持續性嘅。所以所謂關稅幫美國財政咧，其實都可能只係一個曇花一現嘅心理安慰嚟嘅啫。咁你又話啦，咁都好啊，下中國唔好咩？係啊，對中國咧嘅製造咧係一定係有一定嘅衝擊嘅。例如呢個電子產品啦、玩具啦，同埋呢部分紡織品咧嘅出口咧，一定係會有相應嘅下降嘅。但係你要記住咧，中國係其中一個玩家，其實咧仲有其他越南、墨西哥同埋印度嘅隊友喎。關稅加，中國就搬廠去越南，呢步一轉又繞到出口啦。你收中國，佢又出口越南製嘅產品，結果咪又係一樣，美國仍然買，但係又俾更加多嘅錢。你睇下通脹數據就知啦。2018年開始加關稅啊，美國消費者物價
CPI 即時間向上。2021年、2022年疫情爆發，加埋供應鏈都卡住啊 ，CPI 就正式爆炸性上升啦。雖然唔可以話100% 係 Trump 嘅錯嚟嘅，但係關稅政策絕對係火上加油。美國農業部報告啊 ，Trump 嘅關稅政策之下，中國一度停止購買美國黃豆啦，美國農民就損失慘重啦。政府你要補貼280億美元農業救助金喎，咁你諗下收咗720億又要補翻280億出去，物價又升咗，咁你話到底幫咗邊個？Trump 成日都講我要 bring back job， 重振呢個製造業。咁你以為一定係好多工廠翻咗美國開嘅啦？其實係冇嘅。根據美國商會數據啊，2018年到2020年期間咧，翻美國嘅製造業投資咧，其實只係輕微增加嘅啫。但係更加多嘅生產線咧係轉咗去第三方嗰啲國家嘅喎。翻美國做喎，成本又高，人工又貴，法規又多。仲有供應鏈都唔完整啦，你做個手機殼都唔知邊度揾個鏡頭俾你，結果係點呢？其實美國嘅工業產值唔會因為咁樣而大升㗎，但係物價升咗，美國人又俾得更多。到頭來可能都仲唔係用本地貨添。你以為 Apple 定 Walmart 會死咩？唔會啦，大企業可以壓價，可以分生產線，可以炒供應鏈。中小企業就冇得走啦，買嘢又成本又加，賣出去又唔敢加價，真係夾到實一實啦。全美中小企業聯會啊 NFIB 統計啦，2019年至2020年期間，有超過40% 中小進口商表示啊，關稅咧令生意成本明顯上升嘅，毛利急跌。咁你以為損失係中國啊？揾第二個供應商咪得咯？唔係啊，換產線、換規格、換貨源都係成本啦，仲可能 delay 貨期。所以你問中小企，你覺得關稅冇幫助？佢哋梗係話有，幫我輸得快啲咯。總結一下先，係收到啲稅嘅，但係咪又係自己人俾，幫唔到還債，咁啊帳面就好睇一陣咁咯。物價上升嘅通脹咧，大部分都轉移翻去市民嗰度，小企業啊受壓啦，咁大企業啊當然係搬生產線啦。中美關係惡化啦，咁徵稅嘅嘢梗係你一拳我一腳噶啦，你來我往，咪搞到145、125咯。所以話呢場關稅實驗，邊個咧先係真正嘅輸家呢？如果要諗咧，就人人都輸，好多美國人都要一齊埋單。但係你以為呢度就完啦？未啊！打完貿易戰，仲要再打金融戰。下一 part 我哋就會講下啦。當你咧咁中意收人關稅嘅時候，又禁人啲 app 打人貿易，咁佢哋究竟會點回應呢？定係乖乖地咧就跟隨你意思跟到底呢？又或者咧大家咧玩下會拋美債啦、去美元啦、唔要美國嘅企業啦，整咗個世界新秩序出嚟呢？大家可能都會諗啊，收關稅啫，咪再咗啲 iPhone 貴咗啲，農民啊慘豬咯，咁有幾大件事啫？咁你可能真係要睇少咗其他國家嘅反應力啦。美國想收你稅、禁你 app、制裁你啲公司，咁你會點搞先？答案就梗係抌鬼晒佢啲嘢啦，抌美債、抌美元、抌美企啦，仲使問嘅？金融反擊就係咁正式展開啦，拋債去美元。資產逃亡。首先要講嘅係拋售美債潮啦。中國係美國國債第2大持有者啊，高峰期超過1.3萬億美元㗎。但係到2024年尾啊，淨持有量咧就跌到7600億美元嘅啫，10幾年間啊就少咗40%喎。日本都唔例外嘅，由高位1.2萬億咧跌到大概1萬億左右嘅啫。俄羅斯啊，2020年後啊接近幾乎零咯。咁你以為佢唔中意收息咩？唔係啊，佢哋係唔想再幫美國借錢交保護費咋。你睇呢個邏輯好簡單啊，我買你債就等於支持你政府開支，但你政府又係制裁我，又加我稅，又禁我企業，咁我點解要撐你啫？我又唔係傻嘅。第二個反擊方向啊，去美元化啦。過去幾十年啦，世界好多貿易都係用美元去結算啦，例如中東買石油啦，中國買黃豆啦，非洲買機械咧，全部都用 US dollar 噶。但係近年你會見到啊，越嚟越多雙邊貿易改用本地貨幣結算啦，中俄就用人民幣結算啦，人民幣結算貿易突破2萬億人民幣噶啦，中東啊、沙地阿拉伯都接受人民幣買油啦，甚至好似連法國呢個 Total 到達爾能源啊，都用人民幣喺中國買 LNG 啊。美金本來就係霸主貨幣嚟噶啦，但係你收人關稅又玩制裁，世界就自然諗，我仲係咪應該咁依賴你呢？咁你可能問啦，有幾大影響先？睇數字，2000年啊，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超過71%，2024年最新數據已經跌到58%，雖然都仲係第一，但係地位開始動搖，呢個都係事實嚟嘅。唔知係貨幣問題㗎，其實投資者咧都會開始質疑㗎。喺美國營商係咪仲係安全？係咪真係仲係自由呢？睇睇近年美國做啲咩先？禁 TikTok 啦，封華為啦，中芯晶片入口啦，禁 Nvidia 賣高端晶片出去中國啦，凍結俄羅斯資產啦，禁止某啲主權基金買美國嘅股份啦。其實呢啲都反映咗美國嘅市場係咪真係咁自由呢？呢啲都係赤裸裸嘅政治干預嚟嘅喎。咁啊，即係點呢？高風險資金啊搬屋啦。過去幾年，新加坡成為亞洲資本避風港，私人銀行爆升啊，金融科技公司有啲都開始避開美國，轉向英國啊、阿聯酋
嘅地方。咁你話係咪已經出現資產逃亡呢？又未至於崩潰，但係信心係真係有啲流走嘅。講到底，市場唔係最驚風險啊，係最驚不確定性咯，同埋政治干預。美國咁多年都成為全球嘅儲備貨幣啊，靠嘅係咩呢？軍力加信用，軍力冇乜點變，信用會唔會而家有啲問題呢？美國會每年演一場呢個債務上限危機大龍鳳啊，搞到政府啊差啲 shut down，信用評級公司啊 Moody's、Fitch 啊已經降級美國信貸評級噶啦，債越借越多，利息越比越高，貨幣又係咁印，再加埋 Trump 式政策任性啊，你叫其他國家點信你先得㗎？美國財政部係咁發債，美聯儲啊淨係可以不停咁買，自我循環啦，全世界睇起上嚟都開始懷疑，喂，美金係咪真係無敵㗎？定係一張公仔紙嚟㗎咋？立晒上面幾點喎？美國最大嘅震撼彈啊，可能唔係關稅本身，而係佢咁樣做之後損壞咗自己嘅牌面啊！本來大家買你啲債，用你啲錢投資翻去你嘅市場，咁主因梗係信你嘅制度順利穩定㗎啦。但係而家信任鬆一鬆呢，佢所謂嘅霸權嘅基礎呢就會慢慢咁樣流失㗎啦。你睇 Trump 4年加 Biden 2年落嚟啊，美國政策越嚟越短線，越嚟越單邊，越嚟越政治掛帥啊！自由市場變成自由封利是啊！美元霸權變咗，你唔聽我話就凍你啲錢，咁你仲可唔可以吸引到世界相信美國係可靠嘅領導者先？如果話冷戰時代係信仰戰啦，咁而家一定係信任戰啦，而美國呢個國家就正在慢慢咁輸緊。咁我哋講到呢度啊，其實你見到 Trump 呢個減美債大計呢，從關稅開波啊，到金融震盪啊，到最後呢，真係未必會減到債嘅，但係呢就會搞到呢全球對美國嘅信心下滑，經濟嘅霸權呢開始動搖。問題係你啦 ，Trump 翻嚟，如果再玩多轉呢套政策，成個世界秩序都俾佢搞到亂晒龍，咁美國仲可唔可以靠印鈔度日呢？定係新一輪嘅去美元化已經喺呢個 moment 正式開始咗呢？邊個上位先？歐盟、中國定係新一個貨幣聯盟？好啦，我哋由頭行到落尾，睇下 Trump 點樣用關稅撼動世界，又點樣搞到全球金融出現裂痕啦，連美元地位都開始鬆動啦。一路講落去啊，你可能心裏面都會出現個信號，咁樣做係咪真係可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呢？定係佢哋而家攞嚟衰呢？先睇翻最現實嘅盤數點先。Trump 2016上任嘅時候呢，美國國債呢大約呢都係19.5萬億美元，到咗2020年卸任嘅時候啊，債務啊已經去到26.9萬億噶啦，而去到2024年尾啊，更加衝到去35.4萬億。事實擺在眼前啊，佢任內啊國債係不停增加噶，冇減少噶。咁佢成日都聲稱打關稅可以收錢幫補財政，係咪真係有助減債先？呢度我哋之前計過啦，收翻嚟嗰700幾億關稅，扣埋補貼開支，剩低啲錢，同每年萬幾億嘅財政赤字比，真係九牛一毛啊！最諷刺嘅係唔好唔記得啊，佢同期仲推行咗美國史上最大規模嘅減稅方案之一喎。呢個政策本身就直接導致咗財政收入銳減、赤字飆升，令到國債問題雪上加霜噶啦。所以如果一方面話推關稅係為咗開源啦，甚至減債啊，咁另一方面又大手減稅，搞到個水喉閂唔實，咁成個減債嘅講法，你話可信度有幾高呢？究竟佢首要目標係乜呢？定係政策之間根本互相矛盾呢？呢幾點呢都好值得大家深思噶。用收嗰少少關稅啊，主要仲係自己國民荷包拎出嚟嘅添，去填補因為減稅同其他龐大開支造成更大嘅窿。你係咪好似一邊話節食減肥，但係另一邊又日係食自助餐咁呢？其實講嚟講去都唔係夠條數嘅問題啊，係佢嘅制度啊，同埋佢嘅 leader 嘅形象開始崩壞咗。美國由頭到尾都係買一樣嘢嘅啫，個信字，信你唔會亂咁企業，信你唔會隨意凍結人資產，信你係一個自由市場。但係衝上場就專玩啲唔講規則嘅嘢，你唔聽話禁你 app， 你賣貨賺太多錢，我啊要收你稅，你敵對我梗係凍你資產啦。咁樣做法仲講咩係自由市場呢？邊個會咁樣喺咁嘅環境長期投資？結果會出現咩呢？究竟中國會唔會將人民幣加快呢個國際化呢？歐洲而家就開始講戰略自主啦，新加坡直情食正條水變咗資金天堂添，美國就仲喺度講緊喂 TikTok 賣唔賣俾我哋啊！而家當你咧將打對手咧放喺自己嘅穩定之前咧，有陣時咧其實你已經輸咗啦。一個唔穩定嘅霸主，佢只會變咗問題嘅源頭。但問題未完咯，2024年 Trump 又翻嚟啦，佢講咩呢？我要再徵60% 關稅俾中國啊，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啊，起碼10個起跳，甚至有人傳佢諗住 cut 埋 Fed 嘅獨立性啊，自己話事對印唔印錢啊。所以我問你啊，你準備好未？佢今次真係可能玩得再盡啲喎。你以為重返係拯救喎，可能重返係重災添。今次世界未必再等美國搞清方向噶啦，佢哋可能會直接加快脫美元，加快推自己系統，
加快分裂舊世界嘅秩序。而美國如果仲係相信印錢救市啊，靠稅收外來人啊，唔去改自己結構啊，唔去處理制度赤字啊，咁即使 Trump 唔玩啊，下任總統都一樣會撞牆嘅啫。問題唔止係 Trump，問題係整個美國制度都想揾人埋單啊，而唔面對現實啦。講咗咁耐，我都冇話 Trump 係一個壞人，佢做嘅嘢係100% 錯。有啲人覺得佢好現實，好敢講；有啲人亦都會覺得佢係狂人、破壞者。但係無論你點睇都好啊，事實上佢的確係影響世界上面整個格局㗎。問題嚟啦，你覺得佢嘅震盪係重建啦，定係摧毀？你覺得美國係咪真係要靠佢做嘅嘢先可以復興啊？你仲信唔信美國係一個自由市場？美元係咪真係咁穩定咧？你覺得下一個領導世界力量會係邊個國家呢？定係其實現今世界仲係會唔會有世界領袖呢個角色存在住嘅呢？今次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我亦都唔會有答案俾到你嘅，大家睇完自己諗下判斷一下啦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啊！究竟 Trump 真係救星啦，定係亂嘅源頭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 翻、subscribe 翻、share 翻個 channel， 記得撳翻個鈴鈴。我哋下次都會為大家繼續帶嚟精彩嘅分析。下次見，拜拜。